你諗下，我哋回歸50年不變啱嘛？50年不變係咩不變？開賭場不變，繼續揾鳩自己中國人笨柒開賭場不變，話賭博有收益率。咁啲中國人啲錢喺邊度嚟？大陸人啲錢喺邊度嚟？印出嚟，佢係做賭客，我係做莊荷。佢係印銀紙，我話睇佢面色，睇佢面色啊！睇面色俾唔俾銀紙俾我啊？合唔合道理啱唔啱先？咁不如你大陸開賭啦，叫你老母理50年不變啦！我印銀紙，我嚟你嗰度賭啦，有乜柒你睇我面色，我俾錢俾你啦！澳門人全部做富翁啦，調翻轉好唔撚好？戇鳩！有所謂50年不變，桑拿不變，桑拿不變，水療不變，啊！我作為一個澳門人啊，你有乜就係都感到澳門係我嘅羞恥，係我嘅恥辱。我阿爸阿媽做莊荷，簡直係我嘅恥辱嚟。冇咗做莊荷啊，冇嗰啲做龜公、做龜婆咁撚衰嘅，一樣咁撚衰。成個澳門一係龜公，一係龜婆，一係莊荷，個個人都咁樣睇澳門嘅。唔好做到澳門咁撚樣得唔得啊？澳門人，為呢個特狗喎，有乜就係特首唔好做到澳門咁得唔得啊？唔係莊荷就係龜公龜婆，黃賭毒全餐齊，50年不變。你喺香港啲黃色教部冚晒啦，都唔係50年不變啦。啲黃色教部冚晒啦，啱唔啱先？咁樣啱噶。賭博教部上晒軌道，得麻雀館啫嘛，賭馬啫嘛，啱唔啱先？但係我講開香港，其實香港都好撚奇怪噶啦。賭馬佢話一個慈善事業啊，我做善事使喺馬會，我中意掉張20蚊隻條街度，我做善事咯。我使喺馬會幫我做咩？你老母做善事，係咯，屌你老母！澳門應該學下香港馬會，將百家樂加入做善事嘅元素啊！有幾多攞翻出嚟係捐贈啲咩車啊、咩樓啊、咩鑽石戒指啊、金鏈啊、手鏈啊咁樣樣，攞翻出嚟做善事咯！唔好就話俾澳門政府用啊！唔好就話派俾市民攞翻出嚟做善事。百家樂唔可以做善事嘅咩？屌馬會又得咯，係咪真係？馬會都冚柒埋佢啦，做善事。做善事係派錢嘅，你嗰啲 expectation 蛙輪馬會嗰啲啊，你都根本就係吸血鬼嚟嘅，啲人點會贏到錢啫？你有心做嘅個賠率好啲，等啲人贏到錢，咁先係做善事噶嘛？喺馬會度攞錢出嚟養妻活兒。嗱，香港啲除咗1樓1之外，全部都冚晒啲黃色事業，咪做得好好咯。1樓1嗰啲，我唔知係咪租眾賣淫啊，佢自己租個位啫。但佢冇交育金俾上家，我就唔知。就係大陸，就係澳門嗰啲就一定有交育金俾上家，即係操縱賣淫，唔使你都唔使去做了解嗰行話咩或者放蛇，你已經知道澳門係會咁啊！成間嘢咁大規模，唔通冇操縱賣淫咩？但係香港啲1樓1嘅一個單位裝幾盞粉紅色燈，一張水床搞撚掂晒，有冇就係？啱啱掟喺煙頭落煙灰缸，行幾步路嗱，啱啱睇話嗰個精神病打針，打到呢度硬晒一嚿啦，
3個月一支針，話精神病要我打針，有乜臭啊？精神病千祈唔好，精神病冇斷尾㗎，知唔知道？佢捉住你嚟醫鳩你，唔會斷尾㗎。精神病係佢哋有病嘅，呢啲叫文槍塔，掟交你精神病 record， 成世鎖撚住你啊！你問精神科邊個最清楚？警察係最清楚，仲清楚過精神科醫生同埋精神科護士添啊！警察理解精神科啊，更加超越護士同醫生添，根本攞嚟鎖撚住啲人啊，害啲人咯，害啲人黐肥啊，食藥啊，懵啊，各種身體症狀啊，精神病嘅不適。啲藥啊，嗰啲 side effect 啊，副作用啊，出晒嚟。日日都食屎啊，日日都飲料，日日都含柒。我係警察啊，日日都食屎，日日都有含柒。日日都飲料，我係警察啊！警察食屎，警察含柒，警察飲料，警察食屎含柒飲料。講翻先，嗱呢個有少少重要啊，就係余一鳴咧，就一定要有地方管嘅。我管香港、澳門、大陸3個地方管晒。總之中國人嘅地方，我余一鳴管晒，有冇問題？冇問題就開始咯。余一鳴管晒，有華人嘅地方，有中國人嘅地方。我哋中國人啊，就應該團結一致啊嘛！喺條街度，點啊人見到人陌路相逢咁，幾年親戚，隔離鄰舍3、4年啦，一句説話唔講嘅。呢啲係咩文化風氣啊？點樣做人啊？喺條街度你阿媽坐喺個個都識嘅啦，如同陌路咁樣樣，好似唔識咁。唔好咁做人得唔得啊？呢種文化邊度搞出嚟啊？呢種生活方式邊度搞出嚟啊？咩陌生人、賊，有冇呃嘅、偷嘅、搶嘅、攞嘅，日齊講到天崩地裂咁樣樣，就阿媽踩呢啲嘢。仲細咩？細個聽阿媽教，你阿媽害死你啊！阿媽害死你唔緊要，害埋其他人啊嘛。唔得，超人咬手瓜，呢隻咬手瓜。挑釁多次啲警察先啦！你睇警察，警察，警察，余一鳴，香港警察，天主教，我呢句説話已經夠坐監啦，啱唔啱？嚟搞掂我，警察余一鳴，香港警察，天主教，我余一鳴係香港警察，係天主教嘅信仰嘅信徒。余一鳴就係臭乞衣，就係我嚟。余一鳴係香港警察，大家識做啦！澳門司法警察你，仲唔 send 個 file 過去香港警，唔係仲唔 send 個 file去警察嗰邊？澳門司法警察，做我幾年都未做得我入啦！啲咁樣臭閪。呢個拍攝咗10分鐘。差唔多完結啦，而家拍多段瞓覺，都好夜啊，12點幾啊，咁啊冇星星冇月亮咁，有啲咩？又出下景啦，睇邊啊？睇麵包樹啊，睇麵包樹。呢個麵包樹，呢個係觀音竹，呢個係麵包樹，呢個係鳳梨，呢個都係鳳梨。唔講啦，十分差唔多到啦。臭乞衣余一鳴，屌柒六國務院老母臭閪啊！國務院買板唔知訂。